从公司艺人变成公司社长，龙泽秀明在去年底正式退出日本演艺圈，转往幕后发展。现在新身份终于出炉，出任杰尼斯新公司 Johnny's Island 的社长，主要负责旗下300位小杰尼斯以及挖掘新人的工作。他就职后的第一个任务，就是3月举行的小杰尼斯演唱会的制作人。龙泽秀明去年隐退后，新动向终于公布，就是出任旗下新公司 Johnny's Island 的社长。龙泽秀明受到杰尼斯社长喜多川钦点，主要负责旗下300位小杰尼斯以及挖掘新人的工作。他就职后第一个任务，便是3月举行的小杰尼斯演唱会的制作人。根据日媒报道，龙泽秀明受访时拿出人生史上第一张名片，上面印着社长，难掩羞涩地说完全没有实际干。他上任后除了负责规划演唱会，还将6人男团 Snowman 再增加3名成员，被视为铁腕改革的第一步。虽然转往幕后，但他其实还有最后一部作品正在热播。日剧《孤高的手术刀》，这是肝细胞肿瘤破裂，需要赶紧进行手术。龙泽秀明穿上医师袍，当起外科医生当马铁彦，除了要挑战困难手术之外，更要挑战当时的医疗体制以及霸权制度。中居大师说，虽然那番话很沉重，但是也让我意识到，我们必须要好好做到才行。龙与翼去年9月闪电宣布解散，龙泽秀明与金景逸在跨年夜最后一次合体，正式向粉丝道别。龙泽秀明以魔女的条件一炮而红，演艺路算是相当顺遂。最近几年更是因为筹划社长喜多川的生日会，规划协调能力强，受到社员们赞赏。现在从艺人跃上社长，让粉丝直呼他是最帅社长。